嘛是有真侪人昨日咧目睭金金看，这是台铁拜四半暝啊开始卖中秋连假的车票，9点钟来拢总卖24万2000外张的车票。东部线台北往回花莲台东较抢市的时间，普悠玛号、太鲁阁号、自强号拢互人烧钱买了了。半暝有真侪人透暝伫咧烧钱买票，真侪人讲系统调伫遐卖顶卖东。台铁嘛讲即届算是真顺势，因为头前20分钟拢总卖15万1000张的车票，比5日这前一天加差不多1成。另外，高铁嘛卖23万张的车票，一寡较抢市的时间票拢差不多卖甲完啊。佮加开6个车帮，明仔拜六新历8月31半暝饭点就会开始卖。后个月中秋节3天的连假，双铁则拄开放予民众订车票，有袂少热门的时段早就销到空。台铁一日开始卖，前20分钟就销15万外张，统计开卖9点钟来，就销出24万2000张，比5日这时加卖1成。20分钟，我们统计总共完成93400余笔，跟我们端午节来比，还比端午节略微增加。不过民众要是买袂到车票，甲看台铁东部路线自强号路南的车次，前这个连假的前一天，也就是9月12的下晡2点以后，到9月13的下晡3点，所有的车位拢卖出去啊。另外，这个西部线坐车的人潮，嘛对12日下晡3点一直到13日中昼，车票嘛是销价空。若是对这个上北的路线来甲看，15收假迄天，东部路线的自强号早起8点了后，票就拢互订了去啊。西部路线嘛，从早起10点了后，就拢逼满去啊。车票真的很难抢，然后我们都要说，如果说要做后天的那个车票，然后要订，然后都要那种12点就要上去订，很困难，跟抢张学友的票一样。就很难抢到，可是就觉得是大部分都被旅行社抢走这样。那这个台铁的车票这热销，高铁嘛是同款做甲下叫。路南的车次9月12下晡3点了后，还佫有13个早起6点到下晡1点，拢是热门的时段。上北的列车收假日15迄天9点以后嘛是拢满啊。虽然讲还佫有这个自由座，不过高铁也是有加开6班的加班车。伫8月31的返程开始卖，中秋连假要返乡里，也是要去佚佗的民众，抢买车票骹手都爱较猛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